安尼去行的人，今早起四牧师要讲道的题目因为咱的教会吼，毋是旅馆，也毋是饭店，所以咱袂使读做欢迎光临嘛，咱应该读做欢迎光临下面请四牧师来讲道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听阮，互阮会当伫主日的早起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主，恳求即时你的信心甲阮支持，充满阮的心，通过你家己的话，互阮的心得到快乐，得到帮助，得到医治。主，阮将阮以下时间交伫你的手，阮的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伫这一两礼拜中间，咱的教会拢有婴仔出世。我相信，这个家庭为着要期待这个婴仔会领教，毋若早就准备好，总是等这个婴仔要出世迄个时刻，佫较是用欢喜甲庆幸的心来迎接伊。同款，本主日是大降节的第二主日。当咱在听候基督弥赛亚降生的时，咱每一个人嘛同款有真侪伫咱心态顶悬，伫咱的行为思想顶悬，咱嘛需要来准备。大降节的意义有两点真重要。第一个就是咱要做伙转到2000年前，这以色列百姓，伊在听候久要来迄个弥赛亚，迄个期待，迄个应允，要领导迄个心情。第二个就是咱要做伙备办心，来迎接救主降生，而且咱要重新搁一届，对咱家己的性命有反省、有悔改。大降节有一个上顶的十字架，是亲像一个T字形，比例无啥共安尼，T字形的十字架。这代表啥物？这是代表一个还未完成弥赛亚预言应验的一个十字架，意思就是弥赛亚的应验还未到啦，伫大降节的时，所以这嘛叫做预言的十字架。伫大降节期的中间，咱会看到咱的教会头前有点道蜡烛，佫头前这部换做是青蓝色，还是讲紫色、拢会当。紫色伫咱信仰的内面所代表的，就是一个忏悔、认罪、悔改的意思。咱伫头前有点到两支蜡烛，表示今仔日的主日是大降节的第二个主日。咱第一主日点到一支，第二主日第二支，到伫第四主日，咱点到第四支。中迄支咧，白色的，白色代表是圣洁，就是要伫平安年迄暝，咱要点到中间迄支白色的。代表基督已经降生，真光已经临到，所以当真光临到的时，表示咱人类会当离开黑暗，行向光明，因为基督的真光照光咱。各位兄弟，当全世界拢在庆祝圣诞节的时，当咱行去百货公司，当咱行到伫餐厅，还是这商店内面。咱所看到的，好亲像在提醒咱圣诞节到啊，总是圣诞节的主角。咱来知影，毋是百货公司伊所摆设的这圣诞老公公，还是圣诞树，还是圣诞大餐，还是圣诞舞会、圣诞礼物、圣诞所有的活动。前几礼拜，我相信真侪市政府拢在举办一个圣诞点灯活动，所以咱要知影，圣诞节的主角毋是这样的物件。咱要知圣诞节的主角就是弥赛亚基督耶稣。我捌看过一个故事，伊安尼写：有一群的少年人伫圣诞节的时真欢喜，要举行一个圣诞的庆祝会，所以就发侪邀请卡，互所有的人，茫当人客来的时，当摕到邀请卡，然后互招待人员看了后，甲你对名单
若是你是因所邀请的人，因就会大声甲你讲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互每一个人可以当真欢喜、真受到招待进入伫庆祝会中间。当庆祝会进行到一半时，忽然门外口有人在讲门、拍门，开门入来，伊的手啥物拢无。这招待人员感觉足奇怪，你这个人是啥物人？就甲伊问，请问你是啥物人？你有邀请卡无？迄个人回答讲，无呢，我无邀请卡。啊，你是啥物人？伊讲我的名叫做耶稣。这人听了耶稣，互我看卖我的名纸顶悬有你的名无？看了，甲伊讲，真实的，阮无邀请你，因为伫人客的名纸顶悬无你的名，就马上甲伊塞出门外，将门关起来。各位兄弟，这个故事讲到一个真严肃的问题。为什么即马伫山口济圣诞庆祝活动，济人举办圣诞的庆祝活动，竟然是举办一个无上车，没有寿星，来插上车这个庆生会咧？特别是正做基督徒的咱会搁较深来思考，基督耶稣是毋是有伫咱所办的每一个圣诞的庆祝活动？或者是咱所参与的庆祝活动内面，换一句话讲，咱就要用什么款的心情甲态度来庆贺迎接世界真光基督耶稣的临到。基督耶稣的降生是应验上帝照着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，徛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徛起伫死荫的地会有光照因。基督耶稣是世界的真光，伊照光黑暗的世界，带予人光明甲毋茫。欢迎光临，这是一个表达咱的期待已经临到，咱欢喜快乐来迎接的一个态度。欢迎光临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，有讲到一个先知叫做西面。伊一生拢在期待在庆贺迄个以色列的安慰者会当临到。这个期待是久长的期待。咱要知影，圣经对旧约到底新约的这中间有400年，所以你要知影，这个期待是超过400年的一个期待甲应允啊。所以这个西面。伊对年轻到伫年老，伊直直在陪伴家己。圣经在描写讲，伊平素拢在幸福，拢在庆贺迄个弥赛亚的应允临到，所以就陪伴好家己，庆贺以色列的安慰者弥赛亚的临到。伊确实伫抑阁未死以前，伊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伫伊的面前。就是伊要亲目看见迄个弥赛亚。所以当圣经在记载，当耶稣出世8天了后，耶稣的爸母就抱着婴仔耶稣，照着犹太人的规矩进入圣殿，要来献祭。这个先知西面，伊受着圣神的感动，只是嘛进入伫圣殿内面，拄好拄着婴仔耶稣，伊就将婴仔耶稣抱伫伊的手内面，而且学了上帝讲。主啊，把照你的话投放你的路仆安然过世，因为我的目睭已经看见你的拯救，就是你所陪伴伫万百姓的面前的，最光来照外邦，搁做你以色列百姓的阳光。所以西面这段话，后来互人写做一个真水的诗歌，叫做西面颂、西面颂。伫这个诗篇，这个真水的诗歌内面，讲出因为伊看见主的救恩来欢喜。这西面颂的主题所讲的，就是基督的救恩。所以这个救恩有3个特质。第一个，这个救恩是为着万百姓所陪伴的，各位兄弟，咱常常拢会问上帝，
上帝，什么是你的心意啊？咱讲我拢无明白。其实伫彼个后书第3章第9节有讲，主所应允的，唔爱有人评论，是爱人人反悔。主的心意就是爱人拢会当反悔来得救。所以这个救恩是为着万百姓所备办的。虽然上帝已经备办好，迄毋是讲所有的人类自然而然就会当来得救，因为一定爱有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才会当得救。所以咱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袂当将这个救恩独独放伫咱家己的心内。乃是爱这所有的人来将这个救恩、这个福音传出去，因为主的心意讲福音是为了万百姓所备办的。罗马人书第10章17节有讲到一节圣经在，伊讲安尼信是出伫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安尼信是出伫听，一个人会当相信耶稣。迄是因为有人捌甲伊讲，因为伊捌人讲伊听着，所以传福音、分享家己生命改变的见证，是咱每一个上帝囝儿的使命。伫教会伫年初的时，咱就有鼓励大家会当以灵以心被食。毋望咱一年的中间，咱甲上帝讲，上帝帮助我立志。一年我带一个葡萄柚来到你的面前，365天，咱只要带一个。咱伫年初时就鼓励大家会当来做。即马12月啊，12月到啊，可能咱的是讲年底到啊。其实伫教会年历教会年历内面，大港节期是一年第1个节期，叫做新年的开始啊。2013年伫顶礼拜，咱就已经开始啊。所以不管去年咱交互上帝的成绩是安那，咱可能带1个人、2个人、5个人、10个人，嘛可能一个拢无关系。圣经甲咱讲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咱搁互家己一个机会，这个机会毋若要祝福咱所疼、所关心的人。会当来得到救恩，搁互家己一个机会，通过咱愿意来引传这福音的朋友、葡萄友，互家己伫信仰顶悬会当来成长，成做上帝救恩的出口。互咱伫新的一年2013年3年，毋若教会要献上100周年互上帝，咱每一个人都当献出真水的果子互上帝。也当互咱完成耶稣基督互咱的使命。第2个救恩，伊的特质就是要照光外邦的人，是照光外邦人的光。外邦人伫圣经内底，咱所讲的，就你毋是以色列民族，你就叫做外邦人。当然，咱伫信仰内面，咱嘛会当讲，未属于耶和华上帝的百姓，咱嘛安尼讲。不过这个字咱即马尽量拢无得讲外邦人，拢讲葡萄友，也是福音朋友，咱拢安尼甲伊称呼。伫这个所在所讲的外邦人，伊互黑暗夜惨，好亲像住伫死荫的地，因无法度看见光。这个黑暗，毋是讲咱将这电火拢关掉，伫厝内暗安尼，毋是。这个黑暗所讲的是讲。因为人的无知，人来犯罪，人伫罪恶中迄个痛苦的一个记号。今仔日世界真光，基督耶稣已经降生，伊就好亲像迄个光，会当照光伫死荫的地，互黑暗来离开，互基督成做照光外邦人的光。这个光所讲的，就是生命、智慧。甲喜乐的一个记号，救恩的特质，甲咱讲，外邦人因为相信耶稣，伊嘛会当来得救。
基督耶稣是世界真光，若照光犹太人，也要照光全世界的人。既然分地伊的人就无行伫黑暗中，伊会得到生命的光。所以这个救恩的特质，嘛甲咱讲，当咱一个基督徒，咱成做基督徒了后，咱互基督的真光照着了后，咱嘛爱开始有改变，咱要过一种为主发光的生活，就是咱的思想、咱的行为要改变，会当因光见证上帝的名。有当时咱心内会惊，上帝啊，我嘛毋知要讲啥物真好的见证来感动别人来敬拜你。我就无经历这么大的代志，我到底要安怎讲？其实咱为主发光真简单，无论上帝呼召咱伫倒一个职份，有的人可能伫咱中间有院长，有头家。咱有职员，咱嘛有妈妈、家庭主妇、学生，咱内面逐款工作的人拢有。只要咱愿意伫上帝所交代的职份，咱尽咱的本分，为主来做见证。这就是因为咱互光照着，咱的生命会当改变。毋是只是拢是照我的意思，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礼拜日早起你做主。了后，礼拜下晡到拜六，我家己来做主，毋是安尼，是讲上帝，我愿意互我生命每一个层面拢互你来掌管。所以，这个光是照光外邦人的光，上帝也要通过你甲我，反映伊的光，互别人看见迄个光明。第三，这个救恩的特质，伊是以色列变世的眼光。圣经讲。救恩是对犹太人出来，因为耶稣就是犹太人，是亚伯拉罕喊的后裔，是大卫的子孙。弥赛亚基督到伫世间，伊另外一个使命就是要复兴以色列，也就是讲，这个救恩就是以色列变世的眼光。不过咱知，伫以色列中间，还有信耶稣的人也是真少数。因为以色列人因还阁毋愿意承认讲耶稣基督就是迄个弥赛亚，因无进入伫正先知所有的复兴后的迄个荣耀的阶段，所以福音爱继续传，爱继续传，对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到伫世界，阁要传转去到伫耶路撒冷，互以色列人也会当来认罪悔改，相信耶稣。互全世界上帝国领导，安尼救恩就真正会当成做以色列百姓的荣耀。所以伫大讲这个时，咱就爱陪伴咱家己的心，来迎接救主的诞生。所以咱嘛要亲像咱今仔日所看的圣经西面同款，要亲目看见主的救恩，而且咱要欢迎光领导伫咱的生命中。咱明白救恩的特质，咱要进一步将救恩传予别人。所以咱嘛学习先知西面伊听候救主降生的态度。第一个就是爱常常进入圣殿，爱常常读上帝的话，爱互有机会做工伫咱的心内。所以要纪念大讲者上好的方法，就是咱毋通停止聚会。无论是礼拜，无论是小组，咱来常常参与，而且咱来逐工拢互家己有机会读上帝的话，默想上帝的话，常常通过默想，咱来祈祷。无论行到倒位，任何的时间，咱拢会当祈祷，求信心来做工。用这款的方式，咱来听候主第二届的过来。以赛亚先知讲。既然听候伊的，拢有福气。第二个，咱要学习西面听候救主降生的态度，就是爱拍开咱的心门。2000多年前，当耶稣要出世的时，这个属于上帝变世的所在，竟然是无所在通好予耶稣来出世。上帝的囝
来到世间，世间人竟然唔明白伊，竟然无爱接待伊。今仔日咱要迎接救主圣诞的时，绝对袂当搁一个亲像2000多年前的人，将耶稣关伫门外，拒绝伫门外。英国有一个画图家威廉亨特，伊画着100度，放伫牛津吼，英国牛津盖博学院礼拜堂内面，伊的名叫做世界的光，吼，世界的光。伊原本就是这样。很暗淡啊！吼，原本的色泽就是安尼。吼，伊伫图的下面有写启示录3章20节，安尼讲：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，我要入去就近伊，来甲伊食，伊也甲我食。这幅图伫描写一个暗真肃穆，佮门佮怪调调的一个门，头前有真侪草仔在生。耶稣徛伫门外，伊头顶气皮的免流，倒手提灯，正手在拍门。总是迄个外口的门吼，看起来拢无任何的手把会当开门，无法度，只有伫内底会当开。所以这幅图咧讲啥物？讲耶稣啊，伊从来袂强迫人，爱相信接受伊，因为上帝手赐人类自由意志，咱会当选择。接纳还是拒绝，所以除非是人愿意对内面、对心内拍开门来接待伊，若无耶稣永远拢徛伫门外在拍门。亲兄弟，咱是毋是有真正将咱的心门拍开，迎接耶稣进入？真正拍开心门来迎接，就是要互耶稣。伫咱的生命中，徛伫第一个所在，站在首位，互伊会当来掌管、管理、改变咱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互咱会当哪来哪亲像耶稣家己。第三，咱要用学习西面庆候救主降生的态度。第三个就是爱欢喜来庆祝。救主降生的消息，确实是值得咱欢喜庆祝的，是普天同庆。咱到底要安怎来庆祝？牧师有几个建议，咱会当伫圣诞节的节期中间为主做这的代志。第一件就是爱做一件有贴心的代志。圣诞节的精神是啥物？有圣诞节，迄是因为上帝疼世间人，所以愿意分享伊家己啊。上帝疼世间人，所以愿意分享伊家己。所以圣诞节的精神就是疼，伊的行动就是爱去分享。所以咱会当看咱周围，也是讲咱知影有啥物人真久拢无人去关心，咱会当去甲伊看卖咧，探访伊，也是邀请伊做伙食一个饭，也是做伙有一个机会做伙互相分享。也是讲咱知影，伫咱的周围，真正有的人的家庭真艰苦，咱嘛会当来帮助伊。啊，搁咧，今仔日咱是传教士退休传教士的纪念主日，咱嘛会当为着这个已经进前少年时为主拍拼，即马年老啊，这个传教士，咱会当为伊来做奉献，也是伫咱的教会伫8月份的时，今仔日咱的。恒春基督教医院的院长嘛伫咱的中间，伊要来感谢大家，因为咱伫8月份，有为着因为风台的关系，被拄着真大的水灾，真侪的机械拢歹去，咱嘛为着这个做贴心的代志，为因来奉献，所以咱当做真侪这的代志，甲因来分享有需要的人，分享咱所有的，因为圣经甲咱讲。咱若是做伫至理世一个人的身上，就是做伫啥物人的身上？耶稣基督的身上。第二个，咱会当为主做啥物？咱会当举行小组的，也是咱家己个人家庭的一个圣诞的庆祝会。爱知影咱的庆祝会甲外口无共，对无？咱的主角啥物人？耶稣基督啊！咱的主角是耶稣基督，所以咱当邀请咱的
好朋友、咱的亲戚，也是讲咱的厝边，毋免真济人，2、3个人、3、4个人来到咱兜，也是咱的小组聚餐，食了后呢，咱要甲伊来分享圣诞节的意义。也是有机会，伊若感觉讲，某咪人，你今年我感觉你哪会较无共款啊？拄着真济代志，我看你拢安尼笑面就安尼过啊呢。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伊若是安尼甲你问上好，你就会甲伊分享你的见证。耶稣伫你的生命做啥物，互你来改变？所以咱就借着这款的家庭的聚会，也是小组的聚会，咱人来传福音。互基督的救恩，互搁较侪人会当来得到。第三，咱会当搁会当做啥物？就是咱积极主动参加教会庆祝活动。咱每一个人顶礼拜拢摕着外口嘛搁有。如果你想要邀请人，你嘛会当去摕即个宣传单。亲像今仔下晡，咱就要爱做伙去咱的社区来发即个邀请卡。毋茫互因知影教会到底有啥物庆祝圣诞节的活动，搁真重要就即个拜六15号下晡1点半，咱有特别邀请洪敬尧弟兄来到咱的中间，伊要做生命见证诗歌的分享。伊是红荣的弟弟啦所以咱嘛若是讲咱讲我毋知要安怎讲家己的见证，我上无咧敲电话邀请人来听。洪敬尧弟兄来讲伊的见证，所以搁教会真济活动，咱爱真热情来参与，家己爱参与，咱搁要动员，搁要邀请未信主的亲人朋友，互因有机会来分享着圣诞的欢喜，得到基督的救恩，嘛互因会当看见主的拯救伫伊的生命中。听兄弟，咱应该爱伫大港节期，咱陪伴咱家己，听候上帝救恩。咱伫圣诞节的时，咱就要大声来宣扬伊的救恩。各位兄弟，如果基督的救恩离开基督的救恩，圣诞节就毋是圣诞节啦。咱要知影，圣诞节英文叫做 Christmas， 就是 Christmas。若是将迄 Christ 基督提掉的时，恁知影存着啥物？存着后壁3个字母 MAS。这3个代表啥物？第一个代表 money 钱，第二个所代表的 amusement 娱乐活动，第三个 sale 伊所代表的就是拍卖，拍卖。这3项如果将 Christ 提掉的时基督提掉的时，就剩迄3项。迄3项就是即马百货公司、餐厅、真济商店、娱乐场所，因庆祝圣诞节就是用这3个方法来庆祝的。总是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毋是爱用这3个方法来庆祝，因为后壁迄个 MAS。其实伊是 MASS 的缩写，很多弥撒是弥撒礼拜艺术啦，基督礼拜艺术。所以咱要庆祝圣诞节，咱真正搁一届陪伴咱的心，来到伊的面前敬拜伊。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2主日，伊的主题就是准备甲信心。即嘛搁一届提醒咱，要面对未来。咱每一个人拢爱准备，拢爱有信心，毋免惊，毋免惊，是上帝常常对于变时所讲的一句话。如果咱若是有，咱会当看圣经有关圣诞的记载的经文，就好亲像玛利亚、约瑟，才会伫旷野过洋的这个人，当因在面对未来。要领受上帝应允的时，上帝其实记着因第一句话拢讲啥物？毋免惊，毋免惊。确实，咱每一个人要诚做承受上帝应允的器具，咱要诚做会当承受上帝应允的器具，
咱确实需要真大的勇气。这时，上帝伊伫圣经内底有邀请玛利亚、邀请约瑟、邀请这个各样的人。其实上帝即马嘛在邀请你、甲我，做伙要来见证上帝应允的实现。想想这，上帝应允已经守护好全人类，也守护好你甲我。无论时间经过偌久，是咱对少年到伫咱年老，咱要确信上帝应允永远袂落空。所以不管未来是安那，互咱会当转到迄2000多年前，迄个玛利亚、迄个约瑟、迄个各样的，伊在听候基督降生的迄个时阵，咱要备办好咱家己，欢迎跟领导伫咱的生命中的宝座，互咱的生命会当改变，会当更新，为主来做水的见证。咱的教会就要来迎指说到100周年，互咱毋但伫硬体外观有改变，更较重要的是咱这群的相连人，你甲我，咱嘛要备办好，互咱的教会也会当诚做欢迎跟领导的一个所在，互侪侪福音朋友，互侪侪这无道友，至于这个所在，感觉真温暖，感觉有上帝听，因为安尼，互因的生命，互耶稣基督的真光照光，会当离开黑暗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搁一届献上感恩，因为你听阮、拣选阮，来诚做你的囝人，得到你所守护的救恩。主，恳求你的神特别甲阮伫地，在圣诞节的时候，阮搁一届会当来分享你的听，会当来分享你所守护互阮的，来帮咱侪侪兄弟姊妹因所需要的。主，特别是侪侪人还阁毋明白你，也求你来帮助阮，通过圣诞节这个真水、真温暖的一个节期，互阮会当互你来使用，引带人来认捌你，也分享阮家己的生命见证。主，求你祝福带领阮，互阮每一个人先备办好，欢迎跟领导改变阮家己，互你来欢喜。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